周迅係老佛爺最寵愛嘅中國代言人，外號叫周公子。聽講係因為老佛爺覺得佢特別似當年嘅 Coco 小姐。周迅身上有一種別計不純嘅嗰種勁同天然嘅靈氣，名副其實嘅少年型風格。少年型風格冇咁特別能夠駕馭小香風呢種粗花呢面料，因為佢哋身形扁平，又好有短小精幹嘅感覺。但係 Chanel 套裝係豐滿女仔嘅災難單品，呢個你可以腦補一下。周迅嘅衣品係好值得細粒女仔去借鑑嘅，例如好似小香風外套，佢會混搭襯衫同牛仔褲，上短下長嘅呢種比例，或者係套裝裙營造嗰種腿部修長嘅氛圍。其實佢哋身上係完全睇唔到咩閃閃發光嘅嗰種華麗感，都係一啲好大眾但係非常經典嘅穿搭方式，睇落簡單，但係就令人覺得好隨意又唔庸俗。所以周迅的確係實至名歸嘅人間 Chanel。